是有上面也是有说，本尊入度母的这个身世跟手持的法器，以及上面有一个本性。所谓的本性是对于诸佛菩萨的一种用词。那么如果是今天物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就是材料啊，那么就是物质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个动物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物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个材料。就像比如说这个手鼓是用木头做的，然后用那个什么皮包起来的，就这样的一个，这就是材料啊料。但是那个以诸佛菩萨来说的话，就是用的就是它就是一个本性。那么本性就是法界，本尊入度母的本性就是法界，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那这个是用我们时间的语言来形容的话，那只能是用黄金来形容。那么这个就是黄金，相当如同在我们形容一个人什么某人，他的人格怎么样？那我们以藏族人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那种用词来说的话，哇，那个人就没有话讲的，不用讲了，那就是如同黄金一般的，他的人格是如同黄金一般的。那这个并不代表说他的颜色是金黄色的。那么一个人的人格就是他是没有颜色的，对不对嘛？但是呢，他就是如同黄金一般的话，哇，那个人是如同黄金一般，也可以这样讲。那就并不代表说那个人是一个金色的，那这是一个他的本性，他的本质，也可以说是他的人格。所以呢，就是在这里讲到本尊入度母的这个金绿色的前面的黄金的用到一个黄金的词的原因是因为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妙之中这个是要接着下一句那么加到那个下一句上。那开始讲什么？开始讲他的那个手中那个手持的这个莲花乌巴拉花那么乌巴拉花就是入度母在手上，就是在这样他的这个手中握着的那个莲花根，然后从这里长上去的，然后就到他的那个耳朵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这样对着往前盛开着那个莲花，就是乌巴拉花。那么乌巴拉花呢，就是完全就是张眼了入度母的整个的这个手，也可以说是整个张眼了入度母，就是所以就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为了那个张眼，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就是要带着一个盛开着一个那个乌巴拉花。那么就是我们有讲到前面就是本尊入度母的缘由跟它的来源，这些讲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讲过乌巴拉花跟本尊入度母的这个关系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不需要特别的解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特别的就是体现出一个东西，它的手持呢就是一种乌巴拉花然后呢在妙池中，就是这个妙池就是那乌巴拉花莲花是从那个水里面长出来的嘛不是在那个干旱的地方长出来的，它是不会是在干地长的，它就是不是普通的那个泥土里面长出来的，它是特别软的，然后就是在水池里面长出来的。然后就是莲花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它的功德，也是可以代表对于一个诸佛菩萨也好，对于一个诸佛菩萨，就像比如说时间中的一个诸佛菩萨的花现，那么它虽然在时间的轮回之中，但是也是它没有影响因时间的任何一个贪嗔痴都是没有影响到它。那么就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也是就像入度母本尊的这个手中的莲花一般要去学习。怎么样的去学习呢？莲花虽然是在泥水当中长出来的，但是上面没有沾任何一点点的泥巴以及脏的东西就像我们在时间的当中一直在生活，但是我们就是在修心，所以我们尽量的心呢就是如同莲花一样，不要用时间的这种贪嗔痴污染自己的心，然后不要有时间的这种烦恼污染自己的心。从时间当中呢，就是我们必须得可以在顺利的摆脱一切时间的这些一切的贪嗔痴，然后就是能够可以圆满，就是
盛开着那个莲花一样，我们的心能够要清净，这是一个非常殊胜，而且是非常要努力、非常需要的一个修持的一个对境。然后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本尊如度母的一些功德。那么这些功德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有讲到那个布施的部分，然后第3句呢就是敬布施精进，然后勤是勤劳是敬勤。前面呢就是讲到就是布施，然后再讲到精进然后再讲到勤劳，然后才是他的行为所以这个来说呢，就是讲到前面的那个六度当中的这个3度。3度是怎么讲呢？布施是不用讲嘛，大家都知道嘛。然后布施方面今天也不用做特别多的解释，因为知道这个就是布施的意思。然后精进要知道精进的意思。然后勤劳这个是什么意思？勤，这就是持戒的意思。那么持戒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勤劳跟持戒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从这个藏文里面来讲的话，嘎特就是非常勇敢的，而且是能够可以在艰难在痛苦都会非常坚强的能够可以面对的一个这样的意思。如果是对于一个修行的方面来说的话，也是如果是再苦再难也是不会放弃修行，精进深入的修持下去，那样的一个名词叫用在名词里面就叫嘎特那么就像在弥勒日巴尊者，他在是苦修多长年的时间，都是他永远从来没有放弃过，最后得到成就，这就是一个勤劳的一个结果。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勤，就是必须得要听得懂这样。动的那个